桃园3月发生替人做月内这服务员，咱讲的就是月嫂虐待婴儿事件。调机关即期讲呢，这市政府敢若罚6000伤过惊，甚至这个服务员佫伫咧网络顶头因工课。桃园市政府就表示讲，敢若针对这服务人员无执照的部分罚钱，也若虐待囡仔的部分，也佫伫咧调查。就早上我就揍你了。为监视器的画面，会当看到这个甲人做月内服务员，也就是月嫂啊，当伫咧照顾红婴仔过程当中，几啊届甲害来害去，甚至甲拍尻川、甲扇喙皮等等不同的举动。这个代志发生伫咧桃园青埔，有家长指控讲，这个细尖的月嫂啊，涉嫌不当对待红婴仔，动手的过程拢互录起来。囡仔送病院了后嘛，诊断出头壳有掉伤。我是看到他赏他一个耳光，因为我们那个摄影机有24小时可以回放，所以我就往回放大概1个小时内的状况。我就看到他就是不断的摔他，然后就是打他，跟就是一直折他。有关婴儿遭伤害案件，本所依规定受理，并依全责通报相关单位，讯后依伤害及儿权法函送地检署侦办。原底是透过月嫂的平台来找到这个细尖的月嫂啊，原底就是伊经验真丰富，想袂到几啊届甲红婴仔起骹动手。这个红婴仔的家长甲信息抛去咧网络顶，嘛有其他的家长出面指控讲，这个月嫂啊，这种行为已经毋是头一届啊，怀疑并毋是单一的个案。3月多发生的，那3月20几号开罚了，那用这样子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才罚了他6000块。然后这一名詹姓的月嫂到现在还在网络 po 文。未代批评讲，这个案件敢若罚6000块，而且涉案的月嫂啊，还佫伫咧网络顶继续刊广告。桃园市府指出，目前敢若先针对这个月嫂啊，并无摕到居家式托育服务人员的牌来裁罚，也若涉及不当对待的部分，要咧调查。按算5月初9会邀请专家召开裁罚评估会议，讨论感受违反儿少法的情形。将于近期邀请专家学者召开裁罚评估会议，讨论是否有违反儿少法情事，如有违反，依法最低罚以6万元，最高60万元罚款，并得公布其姓名。妇幼局强调讲，月嫂啊主要是负责照顾生囝了后的负责人，并不是照顾红婴仔。若是要照顾红婴仔，就要按规定向县市政府申请执业登记。嘛提醒家长，若是有托育的需求，应该爱看感受合格登记证书。另外，桃园市有6间居家托育服务中心，会当提供咨询甲协助媒合的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